大新銀行好高興可以再次同團結香港基金合作，冠名贊助發布團結香港基金大新銀行大灣區行業發展指數2025。粵港澳大灣區係全球最具經濟活力嘅地區之一，亦係國家策略性發展重點。過去幾年，大灣區整體發展穩步向前，唔少行業都有亮眼嘅表現。大新銀行紮根香港78年，一直積極參與區內經濟融合同協同發展，致力推動區內企業成長。去年首次推出大灣區行業發展指數，市場反應正面。今年加入咗2個好貼近市場脈搏嘅主題：人工智能帶嚟嘅轉型潛力，以及香港喺協助中國企業走出去方面嘅角色。呢啲新元素正好切合現時發展趨勢，為企業制定前瞻性策略提供重要參考。展望未來，我哋會繼續積極參與香港與大灣區嘅融合發展，發揮本地銀行優勢，支持企業拓展區內業務，推動跨境金融合作，為整個區域嘅長遠發展出一分力。